9招12式嚴打欺詐賣樓，係咪好靚呢？不過現樓呢？啲示範單位整色整水，售樓書又不盡不實，但樓價就越炒越貴。咁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招啦，一嚟就9招12式。咁最辣嘅係規定發展商喺樓盤開售前3日就要公佈價單，等買家諗清楚。咁加推單位亦要喺3日前出價單，仲要鋪埋上網添。而為免有發展商喺開售嘅時候只係推出極少單位，搞到好似好搶手咁，之後又係咁加推又加價。咁政府要求第一張價單要公佈多啲單位。有100個單位以上嘅樓盤要提供最少50個或者一半可以出售單位嘅尺價，而少過100個單位嘅樓盤就要披露最少30個單位或者30%單位嘅尺價，以較高為準。而針對啲不盡不實嘅示範單位，日後規定用料同設備要同落成後嘅現樓一樣，連外牆有幾厚都要顯示埋出嚟。如果室內嘅間隔牆拆咗，就要用實線畫翻個位置同埋厚度。窗台露台有幾大，亦要標示翻出嚟，仲一定要有天花板，樓底嘅高度唔可以超過落成嘅現樓，大門都唔可以拆㗎，而房門同廚廁嘅門如果拆咗，就要喺地下畫翻出嚟，同整翻個門框。另外，亦要俾睇樓嘅人度尺，同埋要整個同落成後一模一樣交樓標準嘅清水房。呢啲措施只係要求地產商自律，政府仲要同地產建設商會傾。如果喺年底前地產商拒絕執行嘅話，又或者成效唔大，政府就會立法落實。咁最嚴重嘅係唔准發展商推售樓盤。咁消息話有發展商私下表示反對。呢個等於一個政府向啲發展商拿住藤條喺空氣裏邊發狗行，但呢個人發展都唔驚嘅。一個嗰個基本嗰個情況就係你冇增加供應，即係你一年1萬零個單位供應，咁我點解唔將啲價拉得高啊？如果我炒家點我唔入市啊？但政府消息話，如果一下子大力推冧個市，會打擊經濟，製造新嘅社會矛盾。